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每年對咱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也真關鍵的開始，因為今年10月份，咱選舉產生新的中執。中執中間有接近一半攏是新任的同工，牧師團頂面嘛有一寡調動。這新任的同工甲牧師團的調動，的確會對教會有一寡影響，所以希望大家愛常常為因來祈禱，互這個團隊會當趕緊承接前任的腳步，繼續教會事工。雖然選舉中執，也是講教會聘請牧師，攏是出來服侍。但事實上，對教會起造的角度來看，每一個人攏應該出來服侍。所以今日牧師要甲大家分享服侍智慧，咱做伙通過聖經來學習安怎做上帝所歡喜的服侍。在領受上帝的話之前，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阮感謝你，因為你對萬民中揀選阮，成做你的兒女。供應阮一切的需要，阮領受你所賞賜的平安。阮拄着患難危急的時，阮知阮會當倚靠主來得到超越。所以，阮領受這款的恩典，應該愛用阮的生命來回應。阮知阮應該愛佇教會中間參與服侍。這是你所歡喜的事，所以懇求主，你透過今日你的話，擱一擺幫助我，明白服侍的意義。願咱的祈禱奉耶穌基督聖主的名，阿們。一般來講，如果咱有朋友來到咱厝裡拜訪，通常咱攏會設法款待因、服侍因，但是咱嘛知，咱會針對無共款的朋友，可能有無共款的款待的方式，無共款服侍的方式。其實本來就是攏照理就是愛安尼吼。咱的國家接待外賓的時陣，嘛愛了解這個外賓伊佇因國家的階級。大賽有大賽的招待方式，這個部長有部長的招待方式，總統來有總統的招待的規格，攏是無共款的。咱嘛是相共，普通也是講無真熟的朋友，檢查會比較較簡單。但是如果咱今仔日來一個貴客，咱一定會將厝內底上蓋好的，攏提出來款待伊，因為這個貴客是咱認為重要的，所以咱一定會摒空咱全部提上好的，要供應伊，互伊感受到咱的熱情。今仔牧師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耶穌若要來拜訪你的厝，你會安怎接待伊？我想，耶穌對咱每一個基督徒來講，攏應該是上較重要的人，無比耶穌閣更加重要的貴客。但是就咱的經驗，耶穌確實無常常來拜訪咱，咱敢有機會來接待伊？今仔的經文，互咱一寡真重要的提醒。首先，第一項，咱看第2段聖經馬太第10章，第40節安尼講，耶穌對伊的門徒講：啥物人接待恁，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找我來的迄一位。咱攏知影，一個國家，一個國王，差派使者到另外一個國家，其實這個使者
就是代表這個國王，使者就是代表差派伊的人。所以呢，照猶太人的觀念，服侍一個人的使者，就是服侍差遣者本人。所以耶穌直接講，接待耶穌所差遣的門徒，就是上帝的奴僕。耶穌差遣因出去，接待恁的，就是接待我，就接待耶穌。那接待耶穌的，就是接待啥物人？耶穌是上帝所差遣來到世間的。所以接待耶穌，就是接待上帝。所以簡單來講，接待上帝的奴僕，接待上帝的門徒，就是接待上帝。接待上帝的使者，上帝的奴僕，就是咱愛用好意來款待上帝的奴僕。啥物是好意來款待上帝的奴僕？咱知影。牧者是上帝的奴僕。早期的教會牧師比較較辛苦，社禮無真濟，所以有一寡聽主的兄弟了解牧者的家庭的需要，有時會真關心，也去補滿遐欠缺。我哋聽過有個老牧師講，過去因的社禮無真濟，中會嘛無統一的標準，愛看教會的經濟需要，所以有時拄着迄囡仔要註冊的時陣哇，牧師的家庭就比較較經濟上較嚴，有一寡聽主的兄弟知影即個代誌，通常佇囡仔要註冊的時陣，就可能會私底下摕一寡費用來補滿牧師家庭的欠缺。我聽過有一寡老的牧者足感謝教會做這款的代誌。後來漸漸比較較有制度了，以往有真濟信徒真關心牧師的需要，常常若過節，還是講平常時的時陣，伊若厝裡有啥物好料的，攏會摕來互牧師。過去我佇南部服侍的時陣，有一個長輩常常驚我食袂飽，攏摕物件來甲我分享。伊大概摕來了，就甲我講：牧師，你加減莫食寡你毋知影？牧師若食較大顆的咱教會較有面子。叫我食到得要100公斤全台灣就是上民主的教會，就是恁教會。但是即馬多數的教會對牧師的供應應該攏是有夠。咱莫講別間教會，咱講雙連就好。至少我知影佇雙連教會對牧者的物質上的供應已經非常有夠。若安尼？啥物叫做用好意來款待上帝的奴僕？牧師感覺有兩件代志，大家會當來做。第一件代志就是接納上帝的信息。牧者是要傳達上帝的信息。而且講接待，毋是簡單只招待門徒，也是指接納因所傳達的信息。因為因是上帝所差遣的奴僕，上帝差遣奴僕，就是要傳達上帝的信息、上帝的心意。如果咱聽到牧者所傳達上帝的心意，咱接納伊，而且閣遵守伊，閣來行出來，這就是遵守上帝的旨意，這是上界尊重牧者的方法。咱看見着馬大甲瑪利亞，馬大嘛是做無用，咧款物件要接待耶穌，但是瑪利亞注心聽耶穌所講的話，伊咧服侍耶穌，伊咧接納耶穌，所以這兩項無共款的接納，但耶穌兒女瑪利亞已經得到迄個上界好的福分。
所以，親愛兄弟姊妹，好款待上帝蘿蔔，毋是簡單摕物件供應牧者的需要，上界重要就是接納牧者所傳達上帝的信息，而且遵守照安尼去行，這是對牧者上界大的尊重。第二項，就是支持牧者佇教會中間所推動的事工，支持上帝的事工，就是互牧者上界大的支持甲安慰，也是教會發展上界大的因素。咱少年教會佇112當前，佇吳威廉牧師、我牧師娘的拍拼下面設立這個教會，然後蔡肯宣教師佇遮牧養這個教會。過去因用真濟心力，佇一塊偏遠的地頂面，也了福音的種子。我想因咧做這代志的過程中間，因心中一定有一個期待，有一個夢想，有一個圖樣。因期待講，因佇遮也這種子，將來這種子會開花結籽。因遮設立這個教會，雖然開始的時陣可能真細，人無真濟，影響力無真大，但是因心中有一個夢想，對這間教會有一天會成長，加做這個地區的祝福，加做這個地區的百姓的一個願望。所以因真認真奮鬥，佮呼召真濟咱教會的前輩在同工，因盡因的心力，佇這塊土地頂面拍拼來努力，咱今仔日才會當享受因所留落來的成果。所以，親愛的兄弟姊妹，一個牧師上界大的期待，就是會當看見上帝國度大大被擴展。互牧者上界大的支持，就是支持牧者佇教會中間所推動的事工，支持教會的事工。咱教會佇12月有真濟無共款的事工，毋僅佇12月，咱平常時有真濟，即個祈禱會啊、中保大道事工啦，也是講其他的小組團契等等，這聚會，大家如果若積極去參與，認真來拍拼來參與，咱也會互後一代的人去感受到前輩因所做的拍拼甲努力。這是互牧者上帝蘿蔔上界大的鼓勵，也是接待牧者上界好的方法。再說第二項，咱嘛愛透過耶穌的話來學習。福勢無在佇大細，是在佇咱的心。耶穌安尼講，我實實在恁講，無論啥物人，就是摕一杯冷水，互溫度中間上界微細一個啉，只因為迄個人是我的溫度，一定會得到獎賞。一杯冷水是指小小的福勢。這句話意思就是講。點菜是對溫度小小的服侍，也係因為這款聽的行動來得到上帝的歡喜。我會記得咧參與郭俊雄長老個別式的時陣，伊的個人聊天裡面有寫一段話，我印象非常深。講郭長老佇教會服侍，無咧緊張。無緊張啦，無緊張的意思講，無論是大，無論是細，伊攏願意去服侍。毋是講徛佇台面的，吼，大家攏看會到的，我才要服侍。點點無人做的，無人看的，就無要服侍。無緊張，無論大細，是在佇咱的心。咱拄則所讀的經文中間，安尼講，聽見了遠遠所在傳來的好消息，
拄啊親像喙焦的時陣啉一杯涼水。咱帶予別人佇需要的時陣一寡幫贊，減菜是小小一點代誌，比如講一杯涼水，對一個喙焦的人來講，攏是一個真好的好消息。其實咱若用熱情去款待人，減菜真簡單的準備，用心來經營，迄個氣氛會互感覺人對主人的熱情的感受。我過去去瑞士實習的時陣，進修的時陣，我有一個禮拜的時間，愛去住佇迄個一般的信徒的厝，去體驗因的生活。我去住迄間迄個家庭真特別的一個家庭，夫婦兩個人，因的工作是咧教音樂的因閣有一個特殊的訓練啦就是因會當去輔導遐個迄個智能較低的小朋友。所以國家就聘請因兩位互5個囡仔住佇因兜，甲因做伙住。伊指導因安怎過家己的生活，安怎簡單的煮食，安怎照顧家己，安怎穿衫，指導因佇音樂上，互因有一寡技術，國家互伊供應因薪水。因照顧負責照顧遮個，拜一到拜五住佇因兜，然後拜六禮拜等於原生的家庭，拜閣接倒來，我去住佇因遐，我就做好奇講，瑞士人因平常時是食啥物？因咱若知瑞士經濟真好嘛生活攏真富裕但是我看因咧食攏足簡單的啦，攏足簡單，平常時攏食足簡單的物件，有一天，阮佇遐實習一禮拜，有一天伊就講，今仔日是迄個我佇遐實習最後一天，所以因要舉辦一個 party 來歡送我，我就足期待講，毋知有啥物青草的好料會當食因為咱台灣人咧招待，咧人客攏嘛是攏食甲有出的對咱攏食甲足澎湃嘛我看即馬大家咧食倒攏食甲差不多未一半就開始咧飽咱食袂了，攏大家攏食飽結果迄天下暗我就看遐個幾個囡仔開始就佇遐擺迄個餐桌叉子刀子攏擺攏設好做好勢佇遐布置結果捧出來的菜跟我平常時咧食攏相共我攏來笑講迄是土仔咧食的攏是迄因後壁種的菜去挽來也無幾塊肉啦但是迄天開始的時陣因為迄個主人因的姓叫聖麥當勞啦所以我逐天攏食麥當勞伊就講就組織遐個囡仔開始演奏演奏一曲因就平時所練的演奏一曲歡迎我然後伊就講咱做伙來要準備食飯就手牽手做伙佇遐做一個祈禱迄個主人迄天真歡喜祈禱足久的逐項菜攏祈禱啦逐項菜攏祈禱祈禱了阮就坐來要食伊就替我葉菜替我因食飯攏有一寡愛啉迄個酒伊就倒酒倒酒的時陣就一直老訛樂啦訛樂東訛樂西有的訛樂無的訛樂互你感覺講伊愛足認真要來款待啦然後就攏愛大家互相講祝福的話雖然是食的真簡單，但是互我感覺迄個宴席
實在是我永遠攏袂記起。迄我感受着講，即家人包含因所照顧的遮的小朋友，真正攏是真熱情，來感謝我，來款待我。所以，互我真深去感覺，只要出自咱的心，咱若願意去接待一個人，更較簡單的，更較小的物件，更較卑微的物件，我相信對方嘛能接納到你的心意，上帝嘛會看見你所做的一切。會得到上帝的歡喜，這是咱來理解。第三項，咱也知，除了無敬公以外，咱嘛無敬人。咱拄則所讀的經文，耶穌講，無論是啥物人，就算是摕一杯冷水，互溫度中間上介微細的一個來啉。是因為迄個人是我的溫度，一定得到獎賞。所以佇遮，互咱一個真好的提醒：服侍毋是在佇這人是高貴，也是卑微。兼在是上介卑微的人，咱的服侍，因嘛當得到上帝的感納。所以我頭前咧講，咱的態度是講較簡單的人，給咱用簡單的方式；較貴氣的人，給咱用較貴重的。其實接待每一個人，攏是真重要的，伊攏是上帝安排佇咱生命中間的天使。而馬太福音書第25章最後審判的譬喻中間，耶穌就提醒咱，做佇上界卑微的人身上，就是做佇耶穌身上。我記有一遍，我接到一個姊妹的電話，伊老講牧師啊，伊去拄到一個流浪漢啊，就是街友啦吼，幾若工無食飯啊，伊就摕一寡物件互伊食，看伊身軀做垃圾，攏無所在通大，嘛無所在通洗身軀，身軀攏一個臭味。伊就老講吼，講牧師，咱來幫忙者吼，因為迄台南其實各地攏有恩友中心啊，大家知影吼，就是咧照顧這街友的這中心吼。伊講我想要來再去這個恩友中心吼，互恩友中心的所在，互伊住一段時間，來輔導，無一定伊這將來要個咱去家己趁食吼。伊講吼，因為伊迄個人傷垃圾啊，伊嘛無所在互伊洗身軀，吼。伊講看我敢袂當拍電話互阮教會一個長老啦，吼。伊是咧開工廠的，吼。伊做迄個塑膠粒啊，吼。所以有足儕迄個貨車吼，咧載塑膠粒啊。伊講吼，牧師你去甲迄個長老講吼。講看伊敢會當，借我一隻貨車吼，我來載去恩友中心啦。我本來想講，答應伊吼，我想講我拍電話互迄個長老，迄個長老絕對會願意嘅吼。但是我到尾想想的吼，我心裡不安吶。我講，迄個人雖然是一個街友。但是伊是一個人咧，伊毋是塑膠粒仔咧。你若用一隻貨車來載去，伊心肝會安怎想？所以我就來講，互你聽好者，牧師駛我的車，我起來載。我就駛我的車起來載吼。迄個姊妹看到我駛我的車，就摕一個迄個。大迄個塑膠粒啊吼，要來我的車的迄椅仔包起來。伊講吼，你若迄車互伊坐了，你這個椅仔就廢掉啊。我講毋通，請伊去坐吼。我叫伊坐一個位吼，迄個位捌載過高俊明牧師，捌載過林義雄律師，迄個位
我嘛再過這個街友，再去恩友中心。再了，我回去了吼，我做好困的。我感覺我是咧接待一個上帝予我的一個考驗天使。雖然迄條椅仔吼，等於穿足久啦吼，但總是我心中是平安的。現在兄弟姊妹，咱服侍對象，無論伊是高貴，也是卑微，攏是上帝安排於咱身軀邊的天使。咱應該愛用相款的態度去對待因。最後，牧師要定性一個觀念，服侍甲獎賞的觀念。咱佇這段經文中間安尼讀到，有着某物人是上帝的使者來接待伊的，一定會分享使者所得到的獎賞；有着某物人是義人來接待伊的，也一定會分享義人的獎賞。這段要安怎解說？咱可能會誤解講，安尼我若服侍某物人，我就得到獎賞啦。咱介紹講，我做這件代志了，我是為着獎賞要來做這件代志。其實咱來理解聖經的觀念中間，咱佇服侍過程中間，無應該求對人來的獎賞。實際上，聖經的觀念是安尼：佇聖經中，獎賞甲服侍毋是因果的關係，毋是講因為我有做這個服侍，所以上帝較賞我，較報賞我，毋是安尼。獎賞甲服侍是同時的關係，也就是真正的服侍是佇服侍的過程中間，你的確會當得到上帝予你的報賞，上帝予你的恩典。這個報賞毋單單是物質上的，是包含上帝所賞賜你的平安。咱舉一個簡單的例，咱的聖歌隊因大禮拜攏愛練習，拜五的時攏愛來教會練習真久的時間。因參與禮拜日的服侍，無要求任何報賞，但是我相信因一定有感覺。我參加聖歌隊了，我所吟的歌聲，個性哪來哪進步？我所吟的歌聲，個性哪來哪會感動別人？這就是種報賞。所以在你服侍的過程中間，上帝予你這款的報賞，予你生命得到成長，毋是在佇講你服侍了，教會頒一個獎狀予你，講哦，你得到這個獎賞，毋是安尼。是你佇服侍的過程中間，你就慢慢得到主所予你的恩典。結論來講，咱檢查是上界小的服侍，服侍上界卑微的人。如果咱是真心服侍，的確會得到上帝的歡喜。這是咱一生上界大的榮光。我是要呼召咱大家，攏盡咱的氣力，用咱的溫素來服侍上帝，服侍人。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願懇求你教阮知地，保守看顧阮的一切，互阮所做的服侍會當得到你的歡喜。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